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。我哋今日嘅故事係狐狸站長。有一條電車線，佢叫海山線。唔知今日佢帶我哋去邊度呢？海山線嘅電車連結咗海邊嘅市街同深山入邊嘅村落，穿越咗好多偏遠地區嘅海山線鐵路上，成日都會發生不可思議又令到人哋開心嘅事。海山線鐵道嘅山區終點係深山車站，車站嘅前方有一片遼闊嘅原野，大家叫佢做大草原。冬天下雪嘅時候，覆蓋住白茫茫嘅積雪，就變成咗雪原啦。雪原上面住咗狐狸，狐狸都好鍾意電車㗎。哐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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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有電車開過，佢一定會跑去睇下㗎。呢件事喺冬天嘅某一個黃昏，有個村人沿住雪原旁邊嘅小路，急急忙忙咁趕住返屋企。雪開始落啦，唉，不如試下行捷徑啦。男人穿過雪原，朝住屋企嘅方向行。雪越落越大啊，仲越吹越猛添。喺白茫茫之中，佢迷失咗方向。男人喺雪原上面好焦急咁揾路，跟住就暈低咗啦。大雪不停咁覆蓋喺佢身上面。雪原上面嘅狐狸發現咗雪地入邊嘅男人，佢好想將佢抱起身啊，但係佢真係太重啦，完全抱唔喐啊！哐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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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電車接近嘅聲音啊！喺唔夠一陣，佢就要開入去雪原啦。男人倒卧嘅地方就喺鐵道附近，天色又逐漸暗落嚟，希望佢冇俾電車傷害到啦。於是乎，狐狸就念起咗個咒語。跟住喺鐵道邊出現咗一個小小嘅車站，而狐狸呢就變咗站長。呢個時候，電車已經穿過隧道，開入雪原啦。喺信號燈嘅照耀下，本來並唔存在嘅車站突然之間出現，嚇咗司機一大跳啊！有位好似站長咁樣嘅人，舉住信號燈，揮住紅色嘅旗幟。司機雖然覺得好奇怪，但係都係將電車停靠咗喺月台旁邊。呢個站叫做雪原車站。信號燈照住嘅鐵路隔離有一個小雪丘。司機落車睇下，發現有個人俾雪埋住啊！哎呀，大件事啦！連列車長都跑過嚟問佢幾好嘛，冇咩大事發生啊嘛。司機同列車長都將呢個人抬咗入電車入面，乘客都過嚟幫手。佢哋將溫水倒入去男人嘅嘴入面，令到佢身體變暖。快啲帶佢去有醫院嘅車站啦！司機即刻坐上駕駛座。站長呢就行到去月台尾，舉起信號旗向前揮，打出開動嘅信號。司機就即刻發動電車，由搖搖晃晃嘅電車回頭一睇，月台消失咗啦。喺吹雪入面嘅鐵道旁邊，淨係得一隻狐狸目送住電車離開。喺大家嘅搶救底下，呢個男人獲救啦。狐狸救人嘅傳說都喺村入面傳開。雪原車站嘅站長，求下你再一定要出現啊！大家都好想再望到你，再見到你啊！只要經過雪原車站，列車長或者司機都會大聲咁叫。呢個男人終於恢復元氣啦，聽日就可以出院㗎啦。想要同站長講多謝啊！列車長朝住窗出面大叫，
佢聽日下晝就要搭電車返嚟㗎啦。去到第二日下晝，電車慢慢咁接近雪園。雪園車站出現啦，列車長、司機同乘客都非常之興奮。司機將電車停靠緊喺月台邊。好彩有你，我先恢復健康咋。男人將一包禮物送咗畀狐狸站長。村裏面嘅人都想見到你啊！司機同狐狸致敬。電車出發咗之後，大家回頭一睇，雪園車站又消失咗咯。包裹入面係狐狸最鍾意食嘅油豆腐。海山線上面嘅人同村入面嘅人都係好人，希望可以再見到佢哋啦。因為咁樣，雪園上面就經常出現咗雪園車站啦。你哋都想唔想試下坐下呢個海山線嘅電車啊？然之後經過冬天嘅雪園呢？如果運氣好嘅話，可能會遇到雪園車站同狐狸站長㗎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故事，歡迎你訂閱我哋小熊貓說故事嘅頻道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朋友仔啦。我哋嚟緊會出更多廣東話同英文嘅故事，下次見。